家好，我係 Wanda，今日帶大家嚟屯門市中心呢邊咧，帶個客過嚟睇一個簡潔嘅3房單位啦，咁就順便拍埋片俾大家睇下。帶大家睇下屯門市中心嘅熱門屋苑雅都花園。雖然樓齡已有接近40年，但已經完成外牆維修，外觀同設施都保養得好好。呢個係一個實用566尺嘅3房單位，間隔分明，而且每個空間都有開窗。業主1995年買入之後，一直係自住。整體來講，設備同天地牆都保養得好好，簡單油下油，換個燈膽已經住得。空間光猛舒適，通風良好。睇得出上手業主好用心維持居住環境。跟住帶大家睇3間睡房，空間四正擺位都十分容易。之後穿過走廊嚟睇下第2間睡房啦，呢間可能係主人房嚟嘅，望出去就可以睇到市中心。大家可以睇到樓下就已經係新墟街市啦，買餸啊食嘢其實都好方便嘅。咁我而家開窗啦，雖然隔離就係公路，有啲車聲，不過都唔算好嘈嘅。總結一下，呢個樓盤3大賣點：第一，位置方便；第二，間隔漂亮，整體企理；第三，屋苑已經維修外牆，買家又慳咗一筆。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就快啲同我聯絡啦。我係中原地產嘅 Wanda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，就和我聯絡吧。我是中原地產的 Wanda。